就是刷来这个阶段，就是我有一寡问题想要问康康就是讲，我先小可总结一下我规听落来的感想就讲，请伊对于康康来讲，伊伫生命当中，即摆可能看起来是一种工课啦但是其实你也听到讲，他在这个他的生命历程里头，好像是其实是有在回应一些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在问康康说，那这个主题你会怎么去说明的时候，他就特别有说到说跟自我认同的一段历程。刺青创作，所以我觉得创作是这样创作是安尼一件代志就是有当时阮看到是技巧的部分，你看别人的创作那是他技巧怎么样他做东西好不好看有没有感觉但是等一个创作者的本身就是回到创作者本身，他其实都是在回应某种他自己内心的问题好，那我觉得整个听下来，我觉得刺青作为康康目前的工作兼创作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参与别人人生的一个历程。就是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刺青有些人会感到有一段距离，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做决定，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是永久性的。它是得带有一种决心或者是一定的想法，你才会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你作为这个执行的人，你去刺下了他人人生中的某一个印记的，用你的说法印记，这参与别人人生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我先笼统一点的问。对，就是你透过刺青参与别人人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对，就是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这个东西永久性嘛，对，是不可逆的。一开始真的压力好大就是当刺青师压力真的好大好大，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把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可能已经想快一辈子了，对，他就是要决定把它放在身上这件事情。对，是多么的慎重，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压力好大，对，然后所以第一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抗压性，对，然后前几次吧，我在接收到一些就是比较沉重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蛮累的，因为你当你的心里去就是接收到这些东西，然后你又要把它内化成一个漂漂亮亮的东西的时候，就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讲蛮消耗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如果想当刺青师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载体，对，然后去跟一个输出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久了，其实我就会习惯，反而有时候我还会去安慰客人，对，就是不要太难过。像之前就是你讲这个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个月，突然有一个人说他现在就要刺青的那一种，他就说他刚分手对，失恋，对，就是人生都会有一些比较重大，除了比较开心的可能就是生日当纪念，不然就是可能就是有亲人过世或是失恋，像我第一次刺青也是失恋之后去刺的对，然后当下你会觉得我要做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你去做你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如果不排斥的话，我还蛮建议就是刺青是可以当成你一个转捩点。对，然后他说他当下就想刺，然后刺就是关于爱自己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他人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对啊，就是当下有一个很强的冲动，这样就冲崩。但我觉得刚刚对你讲的那个所谓的载体这件事情，我还蛮有兴趣的，就是或者是说，就是刺青师作为一个职业，居然他是需要是以一个，因为我们一般想象可能会觉得说，他是刺青师，他有某种个性，比如说从他的图那从他的一个性格上，但他作为一个你在执行刺青这个动作的人，其实居然是要尽量中性化一点，会比较好。对，那我就会蛮好奇，就是说你如何因为我觉得把自己中性化这件事情是一个蛮
困难的事。为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会说啊，我没啥个性啦，我就是安尼啊，但是其实这就是一种个性。对啊，你要如何把一种个性变得很中性，或者是说变得没有你知道它存在，但是它不会那么的直接的表露出来的时候，或者是它不会那么感性的被影响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去训练你自己做到这件事情的，或者它有怎么样的一个历程吗？我觉得就是专心做好一件事情，你要无时无刻去提醒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现在正在刺青，对，你正在画画，对你这个是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去专心于当下在发生的，然后你去把它好好完成，你不要带有任何的以前，例如说像这一个图，我觉得找我就是刺还蛮多的是那个，例如像照片，对，就是会有人想要刺，就是可能跟过世的爷爷的合照的轮廓图，对。但是你在刺青的时候，我其实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机器人，对，就是我可能在沟通的时候，我可以很感性的去跟你一起去想象这个图是怎样，或者是我可以去调整到我们都很喜欢的样子，就是这个部分是需要非常多感性的。可是当你在把这个东西刺在皮肤上，这不是开玩笑的，对，这是永久性的，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训练成是一个机器人。一开始一定不可能吧，手会抖啊，然后你会有感情啊，你会害怕啊，害怕刺不好什么的。对，我觉得就是经验，就是你一次一次去让自己的心定下来，然后不要有任何的杂念。对，其实在刺青的时候是真的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不然那个线条一定会歪掉，就是这么直接的一个反馈。对，所以就是慢慢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机器人，在刺青的时候。对，但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先很了解你的身体是怎么做反应的啦。就是我们要去控制它之前，你要先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就有时候我觉得这才是困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永远都好像追不上哈，因为弄一个那我家己个这个部分都没想过。那我觉得像是你刚刚在讲的这个刺的过程，其实很中性、很理性。很没有情感，或者是说像机器一样，对。但是其实前半段你说在沟通讨论的时候，他要有很强的共感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很感性的讨论，对。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共感能力，换句话问好了，就是说，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察到自己蛮有这方面的特质，或者是有办法去跟人家在谈的那种很感性的东西产生共鸣，或者是可以给予回馈？大概是我之前因为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就是做了很多，例如像专案管理啊，或者是专案管理嘛，然后还有就是回来做社招之后，需要很大量的沟通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好像在做沟通这件事情会比别人顺比较多，顺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然后你会比较懂得察言观色，或者是去知道对方的情绪是什么。对，有一点偏高敏感的个性，对，就是还蛮容易去吸收到别人的情绪，对，然后有时候也会进而去影响自己的情绪。对啊，这个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对，对，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可能你自己会被影响嘛。对，然后好的地方是如果你转换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力的武器，这样子。对啊，就是现在我如果把它用在我的工作上面，就是我会尽量去感同身受对方的一些感受。对，然后我会多问很多问题，就是例如客人说，我就是很简单想要吃一个水獭而已，但对，就是我会特别在问你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吃这个，然后原因是什么这样子。对啊，你当下想要吃的这个图的心情是什么？对，快乐的还是难过的？对，就是我都会想要知道。对，因为我觉得这很关键哈，就是说
其实有些人也不是那么善于言辞啦，或者是说，我们要把一个很感性或很感受性的东西，用语言表达给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熟识的人知道的时候，那其实是有一个难度的。所以其实我就很认同你说的这一个，你会可能会另外再多问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你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一个人或者是他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背后的一些动机或想法。对啊，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细腻的技术，就是它可能不是在刺青本身，就是我可以把东西刺得很像，我可以把东西刺出来，或者我可以画出一个所谓你拿一张照片给我，我可以画出哪个图的神韵而已，而是在这个历程中，我们透过刺青而建立了某种关系，但这个关系最终是附着在那个图案上面。OK， 好，那其实我还是蛮好奇，就是说，你要问什么？好，我想问讲，就是你爸的那一个刺青，到后来有什么新的发展吗？就是说，你说你想把它刺完嘛，对，但是它就是这是你自己在画的图，一个是刺到你自己身上了。对啊，就是你爸的龙，他现在还是长这样子吗？对啊，还是长这样，很糊，就是可能是那个年代的那个墨色的关系，它会退到有点青色，会有点青青的颜色，就像你现在是，你看得出来它是青色吗？对啊，但大概可以想象了，对，就有看过那一种糊掉的，对啊，这个龙是您的头挡住了，对，这个是描图出来的，不是，这是我拍照，然后我把调色，对我调色，因为就是它旁边就是它的那个炉头了，所以我就没有放，然后还有一些毛，所以我就把它削掉了，对，对，了解，你有跟你爸谈过他的事情过吗？就是他跟你讲这些故事之外的，我就是第一次刺青之后嘛，然后因为是刺在这边啊，所以其实也蛮不容易看到的。然后有一次我已经刺了，但是我就是没有跟他们讲，没有讲，然后我就有在试探性的就问他说，他的刺青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主要是我的刺青师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还不知道吗？他不知道，我说你那时候还不知道，不知道他的刺青从哪来？不知道，对我就是知道有凤跟龙，对，我就知道这些刺青，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刺的，然后或者是他怎么刺的这样。对，然后是我刺青师叫我去问我爸，我说好，他想知道是哪一个师傅刺的这样。对，然后我就问，结果居然问到这种神展开的答案，这样。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有一个家庭故事，就感觉出来了。对啊，而且他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说他觉得以前他小时候就是年轻不懂事啊，做楼模啊，所以才会就是乱刺。然后他说他现在刺青已经是一种艺术啦，就是它不是像以前那么复杂什么什么的，他就跟我讲，然后就想说OK， 他可能有认同这件事情。没有，我也不敢。他知道你刺了这个，他怎么知道了？有一次是就是我是肩颈痛，他就说他帮我推一下这样，然后我就忘记我刺青，然后他就在那你怎么会有纹身？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就给他看说这边一个蝴蝶，这边一个燕子。然后他应该懂啊，他有觉察到，他知道啊，他一定知道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刺起来可能要1万多然后差不多，对，对啊，然后对啦，他那时候就知道，所以其实我爸跟我妈都还蛮开放，他反而就是不喜欢我当刺青师。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太正派了，就是什么辅导老师啊、美术老师啊，然后什么就是做展览啊，然后就是那种很正面意义，所有正面意义的事情这样子，太正向。对，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刺青师，那时候他会觉得他会担心啊，就是不懂的人嘛，就会担心说这个比较复杂，贴标签或者是他就觉得别的眼光来看，这个比较复杂。他说你就好好当老师就好啦，为什么要？对啊，了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转换的历程啊。我觉得每一次要去做到一个新的决定，背后都
有一个原因，但是真正要去做那个决定，还是需要一点决心跟勇气啦。好，那回到创作的部分，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当然，因为你现在刺青同时是工作，但是在它还没有变成那么稳定之前，你怎么去思考说，那创作要在你现在的现实，因为以前可能在学校里，它就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要交作业啊，大家旁边人都在创作啊，那就是所谓的一个创作的环境嘛。对，然后它可能会促成你，就是我很自然的在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到出社会之后，我们就会慢慢发现说，这件事情不是，如果它没有办法马上变现的话，它不一定需要做。对，那再加上如果你初期，你之前还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工作之前，那你还是持续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当下抱持的是一个怎样的想法？为什么要坚持去做？好难，或者是说，换，好，要不然你先回答看看，如果不行，我们再换别的问题。对，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蛮好奇当时的一个心情啦，就是除了我要找到一个维生之外，对，就是好，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在高中念美术班的时候，有一个术科老师，就是他很厉害，他就是把我们每个人都教的像考试机器人。楚香也有被他教过，对，后来以前还投那个斗六的画室，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老师英年早逝，他在40几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然后那时候我刚出社会，大概才2年吧，对，然后就回来云林参加他的丧礼，对，那时候看到好多老朋友这样子。然后就知道说，有一些就是还有继续在创作，然后有一些就是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当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走了，就是虽然我也很难过，但是那时候就又回想起说，他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还会画画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台北工作那么久，就是我都是在电脑前面做工作，我从来没有拿起笔去再画画过。对，然后我甚至忘记我有画画这个技能，就例如像有一次可能做一个专案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同事他就随口说，看到你不是会画画吗？不然你就先画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居然第一件事情讲出来就是，我不会画画。然后我讲完之后，我想说什么？我不会画画？对，就是你已经忘记这个技能。对，太抽离了，你忘记就是你会画素描、水彩、国画这种事情。对，然后那时候就回来参加老师的丧礼之后，然后就大概就是回想起以前就是在跟着他学画的那个过程。对，然后那时候他也说，你就可以回来再就是示范给学弟妹看呐，什么什么的。对，然后就没有兑现的承诺。然后那时候才突然想起来说，对，就是我一开始是学画画的，然后我的兴趣是画画，而且我最擅长的也是画画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才又重新拿起画笔，又继续画，继续做创作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也可能是一个点，让你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刺青它还是要很强的，或者是很大量的手绘的一个训练。对啊，对，就是它是跟手绘是分不开来的啦，对啊。那我觉得其实听你这段分享，对，就我觉得，同样身为一个科班出身的人，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所谓绘画目的的转变啊，就是你就是我们以前科班练习，其实就是升学主义嘛，为了考试而练习。对，虽然人家会觉得哇，你是很会创作，很会画画，但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拿分数，那跟那个。就是一般的人家在考国英数，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啦，对，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个过渡，是说，你持续画下去，或者是你持续做创作下去，它到底回应了你什么问题，或者是它跟你本身的连结是什么？对，我觉得当你找到那个连结，画画才会就是变得一件很快乐，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珍惜的，你不会觉得说那个我就是一个技术这么直接的一个关系而已哈。OK， 好，那当然我还有一些想法想要再跟康康讨论但我觉得想要把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哈。那我们现在就再休息一下哈，休息个3分钟哈。那如果你的